大家好，又係我軍事炮彈熊。今日我就嚟介紹一下高波級護衛艦。高波級護衛艦總共有5艘嘅，分別係 DD110高波號、DD111大波號、DD112捲波號、DD113連號、DD114梁波號。護衛艦標準排水量為4650噸，滿載排水量6300噸。動力由兩部 LM2500引擎去驅動，最高航速30節，人員175人，武器為一部127mm 火炮，兩部方陣快炮，兩部4聯裝90式反艦飛彈，一部 Mark 41 VLS 垂直發射裝置，有32單元，兩部 Mark 48 VLS， 不過據資料顯示佢哋只有裝有海麻雀飛彈，兩部3聯裝 HOS 302魚雷，直升機配備為兩部 SH60 反潛直升機。高波級護衛艦第一艘高波號喺2001年下水，03年開始服役。高波級護衛艦由佢出生嘅時候就主打多功能能力。川渝級護衛艦係高波級嘅基礎，高波級護衛艦係川渝級嘅強化版本。高波級主要改進咗川渝級護衛艦Mark 45 127mm 炮，變成咗高波級嘅奧托布雷拉嘅127mm炮。所以高波級護衛艦理論上係可以同時操作兩部直升機，不過到最後佢都係高波級係需要拆咗機庫嘅一邊去容納另一部直升機。個人評價：高波級護衛艦嘅防空能力喺我嘅眼中咧，其實就冇其他人想象中咁弱嘅。但對比其他以防空為賣點嘅驅逐艦同護衛艦對比，唔算太好嘅。以金剛級為例，佢嘅96單元Mark 41垂直發射單元係絕對好過高波級護衛艦嘅。但日本嘅基礎要求從來就唔係防空能力，而係反潛能力。而高波級嘅反潛能力係非常之好嘅，佢嘅 HOS 302魚雷同埋兩部 SH60 反潛直升機嘅能力，我相信係冇人會去質疑佢嘅能力嘅。